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过去满地的时阵，手拿叮当，嘴拿念拿对答，男女谈情说爱，靠笑无歌。国情今日招你来研究，这拢是古人真艺术。头一趴咱来甲听，讲小妹送歌到大船，四目相对乱纷纷，千言万语讲袂尽，无好大讲话开尽。是啦，今仔日你要离别，我来相送。小妹就是咧描写我家己，女方咧称呼家己，四目相对，因为要分开啊，心头乱纷纷。结果本来想讲加讲几句话，谁知影？谁知影讲无好的大讲就是船长啊！我讲时间到了，船爱开咯。哇，女性的心声。过来第二趴，原来这个女方咧描写家己，讲我娘甲哥共心性，无想虚华想正经，心肝想热无想冷，大家有念上好情。朋友，你甲听，伊咧描写讲我娘称呼家己，甲你同款的心性。我无想虚华，我无想爱别人。我呢一心一意，就敢若对你，大家有念上好情。台语一字几落音，两个感情汤干蜜甜，上好上好。头拄啊，进前迄趴咱来讲，目睭对目睭，四目相对，相甲相头壳都无共啊。过来第三趴咱来讲。同款女性咧称呼家己，讲我娘晓君就无好，阿君要晓就过刀，要过风果甲石木，小夫英我过英座。吼，这有个朋友吼，安尼听就感觉心惊胆吓。咱知影石木下落去变浆呢，过去农村咧用做室人咧用的器具呢，毋然呢，甲你烧糊了，佮英抹。吼，伫硬座内底硬，互你喙骨分尸。你若晓就是晓心，就是欢晓。你若变心吼，这个人我无要甲你留一条命，烧糊硬抹，互你喙炎炎啦。当然，民间文学流传四句人是讲互喊，人才印象会深。小波歌艺术技巧的所在，也是伫遮。